第一次嘅約會，第一次約會啊，有咗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噶啦，OK？乾杯，乾杯，身體健康，即刻發財啊！飲咗杯茶就發噶啦。你 Hippo 蟲好近啫，Hippo 蟲行過隔離啫。係啊，龍圖嚟啊，剪啦，滾嚟啊，意思剪咗少啊，啱好唔當，我哋嚟試新嘢，OK？哇！你睇依個杯先至係主角嚟嘅，呢個杯，你知下 Alice 你我試飲住，同時個十點二啊，我試嚟嚟。哇！呢個好正啊，好似好有彈性咁喎，係咪？